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0。加勒太书3章29节安尼讲：恁既然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属伫基督，真做你应允的继承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高荣耀、全能主爱的上帝。阮尊重你，敬拜你，也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权能遍满伫全地，你的恩典充满伫通世间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要来高举你至圣的名，也要保扬你的好名声。阮一切颂赞，拢归伫你无煞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互阮通进入你的应允，互阮无靠行为来称义，乃是凭信心来领受救恩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这拢是你的拣选甲恩典，毋是阮家己的功劳。主啊，阮既然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你应允的继承人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